好，咁啊，跟住咧，我哋聽下今日星期四嘅福音嚇，就話喺技術問題，我以為分享晒啦，原來爭福音未同大家分享啊。咁啊，聽一聽福音講咩先啦。那時候耶穌對門徒說：只有片時，你們就看不見我了；再過片時，你們又要看見我。於是他門徒中有幾個彼此說：他給我們所說的，只有片時，你們就看不見我了；再過片時，你們又要看見我。萬有，我往父那裏去，是什麼意思？又說，他說的這只有片時，究竟有什麼意思？我們不明白他講什麼。耶穌看出他們願意問他，就對他們說：你們不是彼此詢問我所說的，只有片時，你們就看不見我了；再過片時，你們又要看見我的話嗎？我實實在在告訴你們，你們要痛哭哀號，世界卻要歡樂；你們將要憂愁，但你們的憂愁卻要變成喜樂。剛才聽嘅呢段聖經啦，如果我哋係門徒，的確唔明耶穌嘅說話。耶穌話：只有片時，你哋見唔到我；過咗片時，你哋又見到我。咁只有片時究竟係乜嘢呀？咁如果我哋綜合嚟睇咧，可以咁去理解。過咗片時，耶穌被捉咗去死喺十字架上，所以過咗片時之後見唔到我，見唔到我哋，你哋會憂傷、哀號、痛哭，世界卻要歡樂。世界死對頭耶穌基督，魔鬼開心啦，惡嘅勢力拍晒手掌啦，耶穌死咗。唔好搞震嚟到世界咁但係耶穌復活喎，咁所以你哋嘅憂愁將要變為喜樂，因為基督復活咗，遇到基督。咁喺呢度，如果套喺我哋嘅生活之中，亦都係啦。當我哋喺生活中遇到困境嘅時候咧，可能我哋感覺到天主離開我哋，天主好似唔理我哋咁，我哋求天主聽而不聞。其實唔係嘅，天主喺度，我哋信靠佢，依靠佢。天主喺度，不過我哋行錯位置啫嘛，似乎冇一個位置係我自己可以坐落去嘅。但係天主復活啦，耶穌復活啦，咁帶俾我喜樂。所以當我哋生命中能夠遇到復活嘅基督，同天主有共融嘅刻，特別喺我哋祈禱嘅時候，睇我哋福音嘅時候咧，我哋同天主有一個親密嘅往來，喺嗰刻我哋感受到天主愛，感受到天主我哋同在嗰刻嘅時候，我哋就會感受到其他嘢都唔重要啦。天主與我哋同在，俾我哋嘅真正內心嘅平安同埋愉悅。